雅各布1天2節，人樣講自家啲，攏仲向自己買，自家呀認為自家快樂，講自家跌落各樣各樣嘅試探，跌落各樣各樣嘅痛苦，跌落各樣各樣嘅問題，自家認為你快樂嘅神經交代自家，但係呢，因為呢第3節接下樣人講到，因為到自家啲透過呢一切嘅試探，了求賜養，了本自家嘅求賜養，本自家上班嘅啊，而咪計上班啊，求自家嘛計呐，求自家信心呀，當自家亦係堅去用自家信心，用功去聽呢一個求賜嚟講啊，自家得到好嘅信心，就自家信心越強嚟講，攏中呢一個試探啊，自家能夠對付佢，但係自家用自家單身能力是冇本事啊，所以當然自家係用上帝嘅能力，自家係嚟投上帝嚟看待自家，上帝嚟祝福自家，俾自家聰明智慧，俾自家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嚟對付一切一個求賜嘅試探，自家熱天能夠跳過去得勝嘅路，阿門。